是基于一个人做的话，社交管理会比较好。温补来了吗？开始水8点不到8点过5分。他说充电的那个音响的话就不存在，就是线路工的问题，应该是如果是他们观众那些踩了或者是。一般是踩了断了碰了一下就接触不良。这个是我们给他拍的，给他拍摄的。拍那个主要是给他拍抖音嘛，就是直播嘛。直播。我把那个跟着用，跟着那个指甲。晚上好。不是吧？8点半。那个吃这个。不吃，我建议拿着的水果全部吃。在哪买的？他得来的，干嘛找我这种的？有什么？
打的的。说呀。声音太小。来来来。
也很不吓人。国内媒体那样报道的，你信国内的媒体吗？他们应该是卫生部那些搞的那些。
像哈达专门那个音乐一定不好找。加入团队啊！BD17要17是加17没有114，他们4个人嘛，还有8场取证，8场取证都没有。哎，来了，瑶瑶来了吗？看报纸来了。这个最好吧，速度也不是很快，最稳当了。后面3个，是哪几个？哪几个那个？瑶瑶、红木，一档桌嘛。哦。你。分散的话，应该在一排的。这边拍音响收音效果不好，但是我这个收音设备就是最顶尖的了，目前测试了应该目前是最好的。我因为插有收音效果没有1的效果，你自带的那个收音效果非常好，加了一个专业的那个。有点热。取下来有点热了，有点热，放了几层。我去，这有了一个。
送哈达，每个都跑不掉。对，只有团员才有。我们送哈达以后每个人都送嘛，不分团员，不分那个，只要在跳得好的都送。好像哈达也不是很贵吧，他们批发都很便宜的。送的时候，团队他们有些知道啊，像坤哥他们还有那个在旁边嘛，他跟他说了一些是对不对？其实送哈达那个就是摄影的那个老头子，不认识，这个拿相机这个送的。巴台乌来的时间比较少。
们两个跑到那边来了。3个不是2个。送花没有，送好的。白色的那个便宜，有贵有便宜的，好像一般便宜的好像2-3块钱一个，好像是。还多还便宜一些，蛮多还便宜。
电话短信的时候。前面呢，你看那不是瑶瑶吗？应该有个，哦，宋医生，不是宋医生，哦，不是。他要开始了呢，你感冒了？我感冒还没好。你感冒，今儿有流行感冒。忘记回老家了哈。哎，这儿东西在哪？没有那几个茶主要放到那个垃圾桶后面去，就是今天星期二嘛，明天星期三嘛。今天没弄啊？穿不穿这个车？好热啊！他这有不是？这样嘛？快买一高酒的，好。今天没有风。它的脱壳了就要掉。是吧？昨天晚上是吧？昨天有点，昨天晚上有风嘛。我们这儿会做了，我们这儿。稍微这还是上一群的是哪个？今天如果在叫啥来？感冒还没好，吉祥安康。应该是吉祥安康。吉祥安康，谢谢关注。下一节到了这个。刚刚那个做完了，下一节。下一节。上8级，别的是。红色的，今天穿黄色的。大笑。打。大舅，好嘞，大舅，好嘞，打不着。